馬可福音8章34至35節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自己嘅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嘅，必喪失生命；凡為我同埋福音喪失生命嘅，必救自己嘅生命。琴日我哋都讀到要跟隨耶穌，就要拎起自己嘅十字架。原來好多時人會因為要付上代價而唔去跟從㗎，以為咁樣就可以保護自己所擁有嘅。不過耶穌咧就提醒我哋，原來願意為耶穌放低自己眼前嘅利益，反而可以救自己嘅生命喎。而家就同我屋企人分享一下，我要學習為耶穌放低啲乜嘢眼前嘅利益呢？分享完之後，讓我哋一齊禱告。主啊，教我學習為主而放下，成為我對你信心嘅行動。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